各位表演鋪嘅朋友注意啦！今個年度最後一波激減優惠已經準備好等緊你。由12月3號去到12月16號，我哋推出雙12年尾終極感謝祭，全場電器直減低至1、2折，過百款熱賣產品等緊你帶佢哋返屋企。今次優惠真係超級豐富，記住要睇到最尾啊！首先，全場人人有份嘅即買即減優惠碼，買嘢即刻有折扣。只要全場購物滿1212蚊，輸入優惠碼就可以即減50蚊。如果買滿3500蚊用優惠碼，更加可以即減112蚊添。除咗呢個通用優惠，連續14日都有1212蚊驚喜價。每日一款精選電器會以超抵嘅1212蚊推出，例如有樂施雙頭電磁爐、Keka 拉燙式抽油煙機，仲有Balmatic嵌入式燒烤微波爐、Smack 電熱水壺等等。款款都係人氣熱賣，但數量有限，手快有手慢冇。記住校定鬧鐘嚟買啦！想升級廚房嘅朋友，我哋仲為你準備咗嵌入式電器專屬嘅勁減優惠碼，最高可以減到2112蚊。例如買滿6000蚊就減212蚊，買滿25000蚊就勁減1212蚊，買滿4萬蚊更加係減2112蚊。呢啲優惠專為嵌入式產品而設，絕對唔可以錯過啊！我哋仲會請你食飯，只要你憑任何香港食肆嘅單據喺表演鋪門市購物，就可以享有食幾多減幾多嘅優惠，最高可以減購物金額嘅3%。機會好難得啊！錯過今次就要等多1年啦。想買新電器嘅朋友，快啲嚟我哋門市或者網店睇下呢個雙12優惠啦！